翁金華事件咧就引起咗一番關於體罰嘅討論啦。我咧有個建議俾所有教育工作者、教練同埋要湊細路嘅一啲即係做呢方面職業嘅人咧，我絕對反對體罰，我完全反對體罰，因為體罰係老豆老母嘅責任嚟㗎嘛。即係體罰當然有佢教育意義喺度啦。喂，但係佢老豆老母唔打，你走去打，嗰個責任落咗喺你身上邊。喂，先唔好講嗰個道德責任或者法律責任。喂，而家如果你教嗰啲，你教波又好，教音樂又好，教書又好，嗰個僆仔如果10幾歲，而家啲僆仔10幾歲分分鐘孔武有力㗎嘛。而且佢係冇家教的話，佢老豆老母唔教。跟住然之後你嚟教，跟住佢心懷怨念，佢翻嚟揾你報復嗰下嘢就唔着數啊嘛！何必為咗人哋唔肯教嘅仔女，要賠上你嘅前途甚至乎性命呢？